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、15节。创世纪31章第1节到21节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求、敲吹、敲门。咱继续讲到着雅各的故事，牧师并毋是爱为着雅各，也是讲上帝来辩护。事实上是无需要，牧师嘛无这个能力来辩护。但是对圣经的记载来了解上帝的旨意，一个用欺骗的方式得到大囝名分，以及上帝透过伊的老爸以撒的祝福的雅各，当伊得到大囝的祝福了后，逃亡到伊的老母的后头厝，伊投靠着伊阿舅拉班，但是无有想到讲，这个段的时间的生活，竟然是伊的人生这世人中间上灾难的日子。为着所爱的妇人人，去互伊阿舅拉班骗14年，佮为着财富去互耽误7年。但是雅各追求上帝祝福的态度，犹原是积极的。咱捌分享过，讲伊用这个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智慧来甲伊阿舅拉班谈判。并且用真特殊的手段来得到更较侪的财富。伊同款真积极来求、来敲吹、来敲上帝祝福的门。伊努力的追求，积极来把握机会。所落尾，伊就得到上帝应允的祝福。咱伫遮必须爱搁重新来声明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因为上帝的信实，也因为上帝的慈爱，上帝已经应允要赏赐福气，总是爱赏赐互雅各。但是以撒伊并无比雅各较少，因为伊伫得知雅各欺骗着老爸的祝福了后，伊嘛真积极来求伊老爸祝福伊。虽然伊捌想过用报复杀害，并且来想要夺回大囝的名分甲祝福，但是后来伊选择更较有福气的作为，就是接纳小弟倒转来。事实上，伊所展现的就真正是迄个大囝的度量。拉班欺负家己的外甥雅各，对欺骗伊爱生带大查某囝利亚，佮欺压雅各伫工资以及财产顶悬，侪摆凊彩更改。来骗取雅各应得的份业。雅各对伊的太太讲：“我看到恁的老爸的态度，无亲像以前遐尼好。毋过我的老爸的上帝甲我同在。恁知我有尽我所有的气力替恁老爸做工，是恁老爸骗我，捌10摆改变我的工钱。毋过上帝毋容允伊害我。”拉班不但是对雅各无搁再友善，佮也将2个出嫁的查某囝当作外人，所以因就回答雅各安尼讲：利结甲利亚因伊讲，伫阮老爸的家。兼也有阮通得到的家伙甲产业，阮兼无是已经互伊看做外人，伊袂阮，
吞食阮的价钱。因此，雅各的心就开始少年要转去故乡，也就是上帝对伊所落的应允。这时，伊嘛详时得到上帝所予伊的应允。上帝搁一摆出现伫伊的梦中，来对伊讲话。圣经记载讲，上帝对雅各讲：“你着转去你祖先的地，去你的亲族遐，我要甲你同在。”上帝的使者伫梦中对我讲：“雅各。”我就讲我伫遮。伊讲你举头看，拍羊母的羊也拢有点，有条纹，有花斑。拉班对你所做，我拢有看到。我是逼得你的上帝，你捌伫遐用油倒伫石条顶，对我下愿。当你就起来。离开这个所在，倒去你的故乡。这咱看见伊的太太嘛，回应伊的要求啦吼。讲上帝对阮老爸提起遐的财物，就是阮甲阮的囝的。那你着照上帝吩咐你的去做。因为上帝纪念雅各伫逼得地甲伊所立的约以及献祭，上帝就应允伊继续的甲伊同在，并且赏赐保守的稳定。后来雅各就带着这几年所累积的财富，伊的太太头替老爸拉班。厝内的新裳以及一寡物品，来逃离开拉班的家。雅各伊用欺骗来求福气，上帝照着伊的信息来应允祝福，来互雅各。但是雅各却因为家己的错误的行为，付出极大的代价。马太福音第7章记载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甲应允。伊讲：求就会得到，找就会找到，拍门就会甲恁开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兼有人，因囝甲伊讨面包，会摕石头互伊；甲伊讨鱼，会掠蛇互伊。因恁虽然歹，也会晓得摕好物互恁的囝儿。何况我是恁的天父，一定会摕好物互对伊所祈求的人。就亲像上帝对雅各的应允甲祝福同款，上帝应允的，伊就必然会实现。但是牧师也是要搁再来一次来提醒，上帝绝对毋是完全照咱所求的马上回应。就亲像雅各伊开21档的时间，忍受伊的阿舅拉班的欺骗甲欺负。伫回程到伫故乡的进前，伊却是满心惊吓、烦恼，真惊伊的阿兄会报复伊。伊的祖亚伯拉罕开25档的时间，听候上帝的应允。这期间，伊捌家己来试，要来完成上帝的应允，但是这是毋对的。既然咱求，咱敲找上帝的应允，咱敲上帝的大门，
那呢，主权就应该伫上帝的手中。捌有人解说即幅名话，就是迄个耶稣敲门的话。耶稣徛的即边是无有手把，因讲即个表达，迄个主权无伫弄门的人的手中。上帝是爱人对内底家己开门来迎接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相款咱祈求的时阵，主权也无伫咱的手中，是开门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捌安尼来教导，我佮甲恁讲，恁中间若有两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来祈求，我的天父就拢会甲因成全。因为若有两个还是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，我就拢伫因的中间。这是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的经文。诗篇17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奸诈的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我，求你用目睭来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暝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嘴有过失，我遵趁你嘴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惊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。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15节，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。因为我的行为正直，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赏赐应允，互阮会通来求你，会当来敲找你，会当靠你应允赐福的大门。求主你帮助阮学习阮的主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态度。就是顺你的旨意，毋是顺阮的旨意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